嘉义民雄一间家私行昨暝突然间来爆炸，当时家私行一家伙仔7个人，当伫客厅准备要食暗顿，就伫这个时阵，灶骹熊熊爆炸，现场7个人拢来受伤。上细汉的是一个只济外的小宝宝。当时上晚近爆炸点的这个男子，规身有35拍2度来烧烫伤，加在有保住一条命。一家伙仔拢伫客厅准备要食暗顿，就伫这时阵，灶骹突然间发生爆炸，所有人惊一个，赶紧走出去。警方透过监视器的画面，这是爆炸当时惊险一瞬间。再联络，有一个嘞，对，他2个，另外一个不要送。爆炸造成7个人受伤，包括一个1岁大的查甫婴仔、甲10岁以及11岁小朋友。小孩部分主要是以4肢烫伤为主所以面积大概20%左右。当时上接近起爆点的45岁男子，全身有35拍的面积，2度烧烫伤，被紧急送医。脸面也有多处烧烫伤，不过目前还算生命迹象稳定，还不用气管插管。根据民众表示，当时有闻到灶骹内面有真重的家私味，所以就发生爆炸。好佳在这家私桶并无藏伫厝内，才无造成更较大的伤亡。若是详细原因，也阁需要进一步的调查。